继续来看客家贡献奖嘅专题报道，南投县客家协会创会会长欧李九以长期落实地推广客家文化，今年录得到客家贡献奖公共事务同海外推广率。80岁嘅欧李九以提供以得奖，非常感谢嘅同时，向下创会嘅朋友，韩国各地嘅语文先生，如唔讲辛苦许多南投教大家，安尼南投嘅客家事务能有好发展咯。而咩希望能被客家产业是得继续推动，向后生嘅归到南投，上述客家文化。唔去邊度嘛嘅，邊度去傳承客家文化。虽然已經80歲，不過在講到客家事務，歐李就嘅精神是特別好。回想民國89年，南投縣客家協會成立嘅下，現將澎湃縣是當支持，還用政府嘅天時平台為客家協會來請會員，佢將注意到平時同佢強化組織嘅同事攏係抗人。係嗰種時都係忙退休，你行政院一個研考會，一個總部辦公室擔任主任秘書。我哋嘅辦公堂唔是講過客，嗰日唔提供第三個全部係客家人，那麼3月隨時就拿申請表，就開始就報名，要按審期嘅時間。對禮拜得到客委會嘅肯定，歐羅真強嘅講，但係認知協會成立了後，客家語文嘅精英有退休，包括陳春林、姜元玉、李建明嘅幾個先生，就係專攻對台北來南投高考，還有會內嘅同事，大家做下動認真嘅做事。南投客家將會發展到按家按好。像是青年前面一個後田幫先生，還有崔正堂一個吳金春，成立中原國中嘅人事主任陳羅水先生，吳奎東先生已經點當大間，就本來就做會館，係講是總幹事就李金面小弟，當一時亦都家美佢是一直都對一個客家文化就非常嘅提倡。對南投縣後生人留下真格。歐羅斯社文化為東南傳落去，所以希望縣內嘅客家中產業計劃是積極推動，社後生人歸鄉打拼。將來有個客家嘅馬古，就講有個南投嘅客家，將來嘅後生人假如講有一個意向，將來嘅發展嘅個前程，就講對一個客家嘅一個叫做產業方面能夠嚟推動啦。後生人就會較多會轉來。歐李就未長期做客委會諮詢委員同委員，到3年前將推落來，但是呢下還係客委會嘅容易顧問，看得出佢老人家請掛掉嘅、請飲酒嘅都係客家事務。不過佢今年未拿到省政府頒發嘅風草人物獎，看得出各界對歐羅嘅欽服同尊敬。客家新聞李鵬奇南投報道。